然后阿美族有一种很简单的唱歌方法，就一个人领唱，其他人搭唱，搭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这样会哦。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跟着这些弟弟们一起唱，好不好？这样。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耶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嗨呀，哦咿哟咿哟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都要唱哦，好不好？都要唱哦，这样他们就不喜欢你了哦。都要唱啊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自己哦。来，这首歌《石头歌》。到了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，我是署名，谢谢你们。